女扮男装入朝为官，是欺君罔上；酒后爬龙床折汝针，是以下犯上。江丞相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3年不见，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傀儡竟然长出了帝王之相，还是个美人帝王。江丞相怎么不回话？是要朕叫出你的真名江清河？陛下，臣兄长早亡，臣顶替了他的身份和名讳，实属无奈。今夜臣醉酒冒犯陛下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若朕不宽恕，留着臣比杀了臣对您更有用。哦，怎么说？摄政王顾燕礼把持朝政，陛下却将国土舆图放在枕边查看，证明陛下有意夺权。那么臣将会是一把助陛下夺权的好刀。江青以为朕不知道吗？你与摄政王青梅竹马，3年前你助他宫变，还选朕做了傀儡。你确定要选他做傀儡？他生母早亡，毫无背景，野狗似的一个人，挺合适做这个傀儡皇帝。陛下忘了吗？3年前，臣助顾燕礼登上摄政王之位，他却疑心臣不忠，还将臣流放到南蛮，受尽苦楚。如今臣回京复职，便是陛下的。江丞相，这是与皇叔决裂了。青梅竹马，反目成仇，朕喜欢。更何况杀多可惜。王爷刑部都进去了。王爷，是顾燕礼。皇叔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故干？陛下，可有看见江青瓷？江丞相，今日是他的复职宴，他应是酒足饭饱后回府去了。他不是与皇叔关系一向较好吗？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？刚刚在宫门口听说陛下不让宋太傅做帝师。那个老东西不让朕玩蛐蛐，说朕玩物丧志，置江山社稷于不顾。可是这江山社稷不是江丞相跟皇叔在料理吗？哎，要不日后让江丞相做朕的夫子。听说他的学问是皇叔教的，一定不差。拿1份俸禄干2份活，我能说不干？江青瓷是3年前的探花，自然叫的陛下。明天臣就去吩咐他。且慢，3年前皇叔与宋太傅的千金订了婚，不知婚期是何时。朕想提前准备好婚礼，不急。人都走了，江青该露面了吧？若是明日被人发现你闷死在朕的龙榻上，朕有嘴也说不清了。多谢陛下救臣一命，臣先告退了。且慢，
江青可还记得见朕第一面是什么时候？回陛下，是3年前宫变那日。好，你走吧。你一点也不记得我了吗，小荷姐姐？干什么开房偷东西？故意的是不是？住手！一点吃的而已，何必打他？给你。你叫什么？我也不是什么小喜人，您叫他小麻雀便是了。小麻雀，你叫我小何姐姐吧。日后他是我的人呢，谁也不许打他。是。参见陛下，据奴才查证，江丞相所饮之酒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据探子来报，他只是饮了一点，并没有喝醉。他酒后失言，恐怕是装的。装的？美人，我最喜欢美人了。他是装的，意思就是小荷姐姐是清醒的选择了我。陛下，3年前他就背叛过您，您就不怕他利用您？利用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他想要，朕的皇位都可以给他。利用有什么关系？又有什么关系？小荷姐姐，小麻雀会让你记起来。要得到一个人的信任，最快的方式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。今夜我冒险暴露身份，沈圈应当信了吧？日后还要借他的名头去冷落朝臣。阿慈，糟糕，他竟然还未离开。若叫顾燕里发现我与小傀儡联手，他是要全家抄斩的。王爷安好。你去哪儿了？臣在宫宴上喝多了酒，便到御花园廊亭眯了1个时辰。是吗？你这颈子上的红痕是怎么回事？臣流放南蛮3年，那里瘴气重，生了疹子，让王爷担心了。小何，你还在怪我？燕里哥哥，不是说好夺权便收手吗？为何你要与宋婉定亲？夺权不代表握住了权力。宋太傅那些保皇派虎视眈眈，我娶宋婉可以解决不少问题。等一切安好了，我还是会娶你的。宋婉好端端的一个姑娘，为何要沦为你的工具？难道我也是你的工具吗？别闹！顾燕离，今日你可以为了夺权定亲，那明日是不是可以杀妻？又或者说，是不是可以杀我？阿慈，既然打定主意了要夺权，便不能有妇人之仁。我志不在此，就不陪你。蒋金丝，王爷，还有事吗？蒋钦此以下犯上，流放南蛮3年，是惩戒。放开！小何，你母亲年事已高，就留在王府，我来替你照顾。顾燕离，你拿我当一颗棋子，还以我母亲的命威胁我，真以为几句好话就能得到原谅了吗？王爷，
我母亲可还安好？你母亲一切安好，还特地给你做了一双鞋子，拿去吧。王爷可否让我见见母亲？阿慈，你还是信不过我。这句话应当我问王爷吧。您扣下我母亲，是信不过我，提醒我不得生出二心。我是他看着长大的，自然会把他照顾好。小何，我从小就知道你喜欢簪子，特地请人专门做了一只，就当接风礼吧。当年的小何早就死在南门，王爷还是换我将青瓷吧。明日起，你做沈雀的夫子。王爷，官场碌碌，臣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活。我给你3倍的俸禄。5倍。看来你在南蛮没白待呀，至少学会了讨价还价，以退为进。你知道该怎么教他吗？王爷放心，臣定能教出个玩物丧志的好傀儡。顾燕离，你逼我至此，就别怪我利用那小皇帝踩你下台了。我是疯了吧？竟然在家里看见沈雀了！江青怎么还不进来？陛下，私自出宫可不是小事啊！若是被那有心之人看见了，陛下可就功亏一篑了。臣竟不知这府里还有密道。江青以为朕为何赐你一座府邸作为相府？他早就谋划着利用我了，今夜不惜暴露身份与他交易，居然是羊入虎口。从今以后，江青可通过密道知大龙塔。从今以后，江青可通过密道与朕私会。短短3年，保皇派势力不断壮大，逼得顾燕离不得不调我回京。可见沈雀不是一个玩物丧志的草包，是我小看他了。一条密道而已，没什么的。朕是听闻江青身上长了疹子，担心的睡不着觉，特地赶过来。这是朕亲自调制的药，很管用的。陛下，臣自己涂就可以了。江青多见外了，一个时辰前你偷偷溜进朕的寝殿，还夸朕是美人呢。我们还……那是臣醉酒失言啊！可是朕的暗卫说，江青醉酒是装的。他们看错了吧？莫紧张，朕知道，你不惜目的暴露自己，赢取朕的信任，是为了你的母亲。陛下怎么知道？摄政王大权在握，守卫森严。朕觉得江青的主意很不错，若你我联手将顾燕里的权夺了，那你就可以接你的母亲回家，而朕就可以安心做回自己的皇帝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他是个聪明人，不可信任，但可以利用。谢陛下恕罪。既然我们已经达成合作了，那朕会适当给你点甜头，譬如今天在昭华殿那般。朕陪江青一起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
下，您手里握着臣的把柄，足以让臣为您效力，不必如此。朕不喜欢威胁别人，这样的交易不长久。既然江青都在昭华殿说朕是美人了，那朕觉得美人比威胁更实在，你说是不是？他是要看我和顾燕里斗得两败俱伤，坐收渔翁之利吧。臣还是第一次见靠色诱夺权的皇帝。江青是个聪明人，皇叔那条老狗善弄权术，朕只是一个小小的傀儡，只有一点点美色而已。江青瓷啊，江青瓷，他是你亲选的傀儡，不是面首。陛下出宫已久，该回去了。江青今夜走得匆忙，落了一样东西。朕应该没记错，难道不是江青的肚兜吗？可是好像从来没有人爬过朕的龙榻。陛下慢走，臣不送了。天杀的，当初怎么就选了他做傀儡？真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。阿娘，小荷一定会尽早接你回家的。摄政王大权在握，守卫森严，为保万无一失，得备一个死者。当头子，给老子滚出去！3年了，还不收收脾气？是你啊！怎么样，在京城过得好吗？好吗？这隔壁就是花街柳巷，我一日要被骚扰3回，你说好不好？哎呀，那也比欺君杀头要强，是不是啊？你不用提醒我，3年前要不是我妹妹拿着我的军书，女扮男装替我参军，我至于顶着她的身份？哎，你可别忘恩负义啊！当初要不是我瞒下你妹妹的身份，你兄妹2人岂会活到今日？少废话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嘿，好生打扮一下，给我做个外室。什么？你明面上是我的外室，私底下做我的死士。我保你妹妹在军营安然无恙，如何？不行，凭咱们这小姿色，那咋的也得是正室。嗨，我可提醒你啊，正室是要入九族的。万一我要是干了点什么诛九族的大事，你和你妹妹的命可就……好像这外室也不是不行啊。那到底是什么事儿，要把命都搭进去？哎呀，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告诉你的。我可不喜欢男人。放心，我也不喜欢你。等着吧，等哀家更衣。大人，大人，人家想挽着呢。天不生她做女子，当真是可惜了。参见陛下，差点忘了，如今我是沈阙的新夫子，该教他功课的。快走！站住！你是谁？回禀陛下，奴家是江大人的外室。是吗？长得倒是挺貌美的。江青若有需要，为何不找朕？是朕哪里做的不好，不让你满意？还是说
江青更喜欢女人。他在说什么？堂堂皇帝是个大秀吗？陛下借一步说话。陛下，他是臣的死士，日后救我母亲要用的。死士？江青勿怪，朕只是随口问问。啊，对了，朕今日前来，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江青，朕的名字有何含义啊？确者意为坚固，可延伸为真实，寓意为人坚强独立，抱成守贞。说给朕起名字的人，也像你一样博学就好了。谁听说风吹断线，镜中花桑田，大泽白马月过麻雀的雀，默默一望眼。朕的生母不识字，朕出生那时看到了几只麻雀，便给朕取名雀字。后来朕长大了，自己改了字。陛下的生母是南蛮进贡给先帝的武姬，生下朕不久之后便辞世了。南蛮？便是江青几年前待过的南蛮，想来咱是天定的缘分。臣可不喜欢他们。天色不早了，陛下可以回去了。大人，摄政王在前厅等您。江青，你要独自去见皇叔，我们可是合作伙伴。告诉王爷，我今日身体不适，让他到卧房里来找我。坐。你头疼啊？南蛮多雨，臣有些小毛病，没事的。哎呀，我给你按一下吧。不用。王爷来是找臣有什么事吗？听说你收了个貌美的外室，便是他。是。臣回京以后，总有同僚想送些美人给臣，臣怕里面混有细作，一概拒收。如今收了他，也算是堵住那些人的嘴。如烟，还不快给王爷倒茶？是。王爷，请用茶。簪子。啊，回王爷，这是大人送给奴家的定情信物。我送的东西，他拿去讨别人欢心。既如此慷慨，怎不把整个相府都送给他？若如烟想要，臣也可以给。深夜见你，是为了告诉你，明日到府里教宋婉射箭。他说喜欢你的箭术。刚好，正缺一个去王府的理由。一个外室就够了，日后别什么乱七八糟就往家里领。哼，你才是乱七八糟的人！哎，你说真的？什么啊？你只要我想要，你要把相府都给我啊！烟啊，
出门在外，没人告诉你，上司的话不能信啊！哎你，哼！江青当真有头痛的毛病吗？没有。陛下该回去了。密道太黑了，朕怕黑。不如江青陪朕回宫，如何？不行，臣也怕黑。不然，朕今晚留宿丞相府邸如何？天子不能留宿臣下府邸，与理不合。昨晚我们都已经苟合过了，小何姐姐。听不清。小何姐姐，小何姐姐，小何姐姐，谢谢小何姐姐。陛下第一次见臣，是什么时候？江青可是记起谁了？江青可是想起什么人了？没有吃，我真是疯了。那小东西怎么可能是皇子？臣记错了。罢了，他不记得也没关系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朕先走了。这张乖巧的面皮之下，还不知道藏着怎样一颗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心。你们，那小皇帝真是断袖。断什么袖啊，断袖！哼，世人只说你是顾眼里的狗腿子，没有想到你跟皇帝两个人在这卿卿我我，真是三个男人一台戏，混乱不堪哦。哎，你少废话，明儿随我去王府。滚出去！一会儿我叫宋婉射箭，你找个机会看看哪个院子是被重兵把守，查查江老夫人是不是被关在那。是。王爷安好。出个门也舍不得你的宝贝如烟吗？回王爷，如烟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臣带她多出来看看，长长见识。婉婉就交给你了。丞相大人，大人，您叫宋小姐射箭，那奴家一个人该多无聊呀！这王府阔气得很，不如你四处去看看可好？是啊，放心吧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啊，在这边。这样，丞相大人不喜欢我，是喜欢柳小姐那样的吗？承蒙宋小姐错爱，青瓷功业未见，不便娶妻，还请宋小姐另择佳婿。是青瓷配不上宋小姐，你下去吧。
摄政王位高权重，我与之订婚是无奈之举，并非背叛大人。我知道你和你父亲尽力反抗了，否则你也不会今日跟你成婚。我今日贸然前来，是听说您的母亲被关在王府，我悄悄打听过了，她被关在庭院，身体还算康健。你青次不胜感激，只是此事危险，你不必再为我设限了。我只是想帮大人，可奈何一介女子，只能打听一点消息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宋小姐是好心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只是此事我自有筹谋，你不必再为我打听了。抱歉，今早睡了懒觉，没吃饭。我今日做了糕点的，请大人等一下。哎，陛下，朕命人去长林又摘了些果子，亲手晒成果脯，给江青尝尝。看来江丞相恃宠生骄，要朕亲自喂。谢陛下。今日朕闲来无事，特地来皇叔的园子里逛逛，没想到竟看到江丞相的外室鬼鬼祟祟的，独自一个人进来那庭院，可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如烟被发现了。你干什么？别连累了大人！哎呀，我不走才是连累呢。何人在那儿？让你拿个点心，让我等了1刻钟，你还有理了？是。婉婉，你不是和江青瓷在一起吗？回王爷，我们射箭累了，便让柳小姐拿了点点心，谁知她迷了路，让我等了很久，还敢顶嘴。是吗？王爷，王爷，小燕没出过远门，不是有意的，还请王爷和宋小姐恕罪。罢了，王爷宽宏，我便不罚他们了。啊，谢过宋小姐。我们走吧。禁地的地方我已经找到了，只是那边守卫森严，救人很难的。罢了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你先回府吧。那，刘文，着人查一下这柳氏，看他与丞相是何时认识的。是。就算硬抢出母亲，只要顾燕丽一日掌权，我们就一日没完。怎么和以前一样，喜欢吃甜的？皇叔在吃什么？看得朕都嘴馋了。江青可否给朕一颗？不错。只是皇叔身份尊贵，怎会喜欢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零嘴？江青以后若是有，都给朕。君臣尊卑有别，平日不要混在一起。皇叔怕是忘了，江青是朕的夫子，我们要日日相见。啊，我还有课业要问江青，皇叔要留下一起吗？江青，皇叔好凶啊！他平日对你也是这般吗？习惯了。
还好，朕会心疼江青。陛下，这是在挑拨离间吗？被江青识破了，朕只是觉得委屈。朕给你亲自送的果脯，你都给皇叔吃了，都不想想朕会不会伤心。这些都是朕在太阳底下守了10日才晒成的，都没给别人吃过。陛下的伤，朕不疼的，只是在太阳底下晒伤了，流了点血。只要能帮江青讨皇叔开心，值得。明知他是装的，怎么还是觉得愧疚？那些旧伤是被人打的。此处是朕5岁时偷吃了一个馒头，被御膳房的管事用火夹子烫。此处是朕7岁时不慎踩了贵妃娘娘种的花，被其用鞭刑打的。此处是……旧伤便罢了，臣给陛下的晒伤涂些药吧。江青如此照顾朕，皇叔见了会不会不好呀？那不涂了。既然江青一片真心，朕却之不恭。那我们回宫上药课。小荷姐姐，你认得此药？臣初到南蛮之时，生了一场重病，碰到一个游医，用的药和他很像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小荷姐姐，你在南蛮过得很辛苦吧？3年了，他是第一个问起那3年的人。来，小荷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臣是觉得陛下生得好看。既然你喜欢朕这张脸，那它便有价值。陛下很会装可怜。朕打小便是一只野狗，要么被打死在深宫，要么夹着尾巴装可怜，习惯了。再说了，你喜欢朕可怜，不是吗？当然，你偶尔很像他，那个第一个喊我姐姐的小可怜。陛下，药涂好了。既然药涂好了，那我们歇息会儿吧。陛下功课还没做完，我就先走了。朕与江青解长袍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皇叔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夸江青教朕教得好，你说是不是？他真是花样百出。罢了，我的人生够乱了，不在乎1次2次。陛下，赣州急报，当地虫灾严重，颗粒无收啊！江青放心，刘维是自己人。赣州闹蝗灾，陛下以为顾燕里不会得到消息吗？朝廷要赈灾，就得重用工部和户部的人，可恰巧这2部又刚好
个个都是保皇派的酱骨头，所以皇叔不会放心让他们去办事，是吗？当然。所以江青打算去找摄政王商议新的人选。不，陛下该去朝会了。不用商议，也知道顾燕离会让我们去。陛下，赣州蝗灾严重，急需派人赈灾。可摄政王却说，工部侍郎不行，户部侍郎也不行，难不成早有合适的人选？要不皇叔去，省得众卿家在吵嚷，朕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陛下，臣可以去甘州，正好借赈灾了结顾燕离的亲信，且柳如烟的妹妹在甘州，尽早跟他搭上线，可往兵不留人。江丞相在南蛮待了3年，不问政事，他能干得了吗？臣认为江丞相在南蛮深入民情，是最适合赈灾的人选。朕刚好盼着去甘州玩，既然皇叔不去，那朕便和江青一块儿去。荒唐啊，荒唐！甘州蝗灾严峻，陛下怎么能当成游山玩水呀？陛下贵为天子，若在甘州出了意外，谁可以负责？谁可以负责？是啊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朕去甘州巡视期间，一切事务交由皇叔打理。退朝。这不可呀，陛下，怎么办呢？不行啊，陛下！陛下，老臣求求你，陛下，你要真去甘州，老臣我就撞死在这殿上。太傅，宋太傅若不放心，那就让户部尚书严正随行吧。严正是个彻底的保皇派，顾燕离让他随行干什么？好，朕跟严大人一块儿前去便是，不必一哭二闹三撞墙的。都散了吧。谢陛下。江青，你可否告诉朕，甘州是长什么样的？那里会有蛐蛐吗？这是朕第一次出远门，如果遇到危险了，江青可得保护朕。真会演啊！就算臣独自一人去甘州，也不会对陛下不利。陛下何必非要跟着？既是如此，那你为何不让朕一同前去？是怕朕发现什么，还是皇叔发现什么？此去甘州，既要去军营见柳如鹤，又要借赈灾了结顾燕离的亲信。一旦沈却跟了去，我就不好行事了。臣是担心自己的身子，毕竟臣还年轻，不想纵欲而亡。朕会节制的。陛下，你放我下来！低声些，抗旨不遵可是死罪呢。外面下雨了，朕不希望江青淋雨。下雨了吗？若死在南蛮，就再也见不到阿娘。南蛮多雨，小荷姐姐应该淋了不少雨吧？饥寒交迫，髌骨之离，就像雨水渗入骨髓，怎么忘得了？小荷姐姐放心，以后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。陛下，我只是助你夺权的一颗棋子，也不必如此。那该怎么办，小荷姐姐？刚好朕
是一个爱护妻子的好陛下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叫你小何姐姐？如果可以，我当然希望做回江清河。可是，只有身为男人，才能紧紧握住权力，庇护家人。终有一日，你一定可以做回江清河，以这个名字行走于朝堂。陛下很会哄人。我没有哄你，你相信朕，一定可以做到。方才不是说要节制的吗？到了甘州再节制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回王爷，臣在昭华殿和陛下秉烛夜谈。好一个秉烛夜谈！你怎么没在昭华殿住下，日日和他秉烛夜谈？臣不明白王爷在气什么。不是王爷让臣做陛下的夫子，臣恪尽职守，王爷为什么要生气？还是王爷觉得臣应该住在昭华殿呢？江青瓷，你对他好的过分了。那是臣应该做的。你，阿慈，你不必耍手段逼我。等一切定下来，我就会休了宋婉，然后娶你为妻。娶她为妻？江青瓷是女人。宋婉是个好姑娘，王爷既娶了她，就该好生珍重。哼，你这么看重她，怎么不自己娶了珍重？若是王爷愿意，臣也可以娶；若是宋小姐想要，臣还可以给她招几个面手娃娃。至于我，我要家人的安全，我的权势地位，我要活下去，还有沈阙的美色，唯独没有你那一方宅院。罢了。等了你一夜，不是为了同你拌嘴。你记住，此去甘州赈灾，户部尚书严正与你同行，你替我拿下户部。世人皆知我是王爷的狗腿子，严正拥护沈阙，未必会听我。简单，甘州地方官审核不干净，到时候你就把罪名扣在严正头上，杀了他便是。为了权，他还真是不择手段。沈阙那边，你只要盯紧他的动作，多余的不用做。跟他翻云覆雨，不知天地为何物，算多余吗？江青瓷是女人，还要和摄政王抢宋小姐，她不是男女通吃吗？听到多少？什么？你知道我在问什么？仔细论，你男扮女装，我女扮男装，咱俩还算一路人。不一样，他有权有势，就算身份被戳穿，还能拿权力斗一斗。我若不，便是连累了妹妹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你可以选择离开，也可以选择留下。哼，如果我离开，你就会杀了我，对吧？倒也不必这么聪明。我留下，不是为了活，而是为了你。你说过，不管我妹妹遇到什么危险，你都会帮下她。放心，我这个人说话算话。去收拾行装吧，今夜随我去甘州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还能见到你妹妹。真的？不对，你现在已经娶了我做外甥，不可以再打我妹妹主意。
啊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你那妹妹是叫柳如鹤吧？若给她一个正妻的名分，那这相府也算是一夫一妻制了，还真是奇人之福啊！不行！甘州气候不好，该给小何姐姐备些常用药。陛下，陛下，探查柳如烟的密信到了。念。这信上说，江丞相的外室柳如烟是名男子。什么？信上说，3年前柳氏男扮女装，替妹妹嫁给一个员外，新婚之夜逃跑，被江丞相所救。现在他是江丞相的死士。此去甘州，江青瓷要是对小何图谋不轨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嘿，参见陛下。确实漂亮，男扮女装也毫不逊色，难怪他会选她做外室。他碰过你没有？天上的江青瓷，他就不能找着几个正常人吗？陛下，大人从来没有碰过奴婢，奴婢只是照顾大人的生活起居，并无旁的。最好是，否则朕即刻摘了你的脑袋。谢陛下饶命，谢陛下饶命。100两黄金，离开他。100两黄金，离开他。不行，我和小何的命都记在江青瓷手上。奴婢生是大人的人，死是大人的鬼，除非他不要奴婢，否则我绝不会离开他。500两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1000两。陛下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朕刚到，钱带掉了。如烟姑娘硬是要给朕捡，朕实在是没有办法啊！是朕不好，朕应该扶着柳姑娘才是。朕下次一定记得，柳姑娘应该不会生朕的气吧？不会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天杀的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做作的皇帝。妍啊，你先出去歇着吧。是。陛下，甘州路途遥远，少不了长途跋涉，你也赶紧回宫歇息吧，明日好赶路。可是江青的手却不让朕离开。江青是不是也离不开朕？要不……陛下，明日就要赶路了，臣还有很多东西没收拾呢。那小何姐姐明日能不能跟朕同一辆马车？自然是可以。不许那柳氏上车，让她下马行走。都听陛下的。走吧。妍啊，收拾好没有？我们即刻就走。你不懂内卫喽？甘州灾情严重，陛下出行声势浩大，那些地方官员势必会作假，索性就让他去明察，你我轻车从简去暗访。哼，走吧。走。
就抛下我去了。怎么饿死这么多人？朝廷不是发了赈灾粮吗？天高皇帝远，赈灾粮到了流民手里，不知道还能剩多少。他们怎么不去领粥？吃吧。不，我不能要，要了他们会打死我的。谁会打你？是胡人。施主，快跟我走！走！快点，快走！走！快走！快点！施主不是要去施州吗？施主是外地的吧？朝廷让我们施州赈灾，这些胡人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，每天定时的来抢米。若是不给，他们就动手打人。我们主持就是被他们活活打死的呀！难道这些胡人入城行凶，甘州城的首相就不管？他们若管，城里怎么会有胡人？兵部年年拨款加强甘州边防，军队却说不出钱款去向，想必早被那些尸位素餐的东西给夺了去。哎，往哪儿跑啊？别跑啊你！后悔的吧？想要英雄救美，这辣椒长得挺标致啊！老子去办了你！不做！哼！光天化日，竟敢闹事！我带回去见王爷！等等，不知军爷说的是哪位将军？不如也带我去见识见识。哪儿来的小白脸？一起带走！等着看戏。驸驴，皇上马上就要来巡查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嘴上给我把门。回去跟兄弟们说说啊，皇上马上来了，让他们这几人安稳点。他们既然敢勾结外事，背后必定有势力，你就不怕得罪了他们？天下谁人不知我是顾燕里的人？就算得罪人，也是他顾燕里得罪的，与我江青瓷何干？你那狗贼的名头可算是用上。走，走。走。大人，长街闹事之人已带到。院外哀鸿遍野，院里丝竹入耳，当真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大人，没事吧？你这个泼妇！泼妇也比你的手快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对本将军这样！看清楚了吗？江丞相，丞相万福。陈实，朝廷派你镇守边关，你却安于享乐，勾结胡人。若是被摄政王知道，你有几个脑袋够啃？丞相恕罪啊！退万步讲，江青的外事，难道就没有罪了吗？江青瓷参见陛下。完了，我丢下沈阙跑路，他怕是要行什么的罪了。朕给你金子你不要，想要铡刀是不是？陛下，奴婢。柳如烟公然袭击朝廷命馆，论罪当斩。陛下，江青，
若敢再替他求情，朕不介意当场摘了他的脑袋。带走。不要！不要啊！大人！大人！大人救我！大人！你们也退下吧。是。江青可有灾情要跟朕汇报？陛下，臣一路暗访，发现甘州官员私吞赈灾银，边关守卫里通外敌，还有江青所言，朕已知晓。陛下圣明，那臣先告退了。那江青可否告诉朕一些朕不知道的，譬如你为何抛下朕，独与那外室同行？自然是为了查明真相。真的吗？朕还以为江青被那穿长袍的男人给迷住了。他知道柳如烟的身份了。心虚了。朕也没想到，江青竟然敢在朕的眼皮底下养着别的男人，是朕不好吗？陛下误会了，柳如烟只是臣的死士，臣携他到甘州是为了拿捏他的兄长柳如鹤。当真只是兄长？陛下，甘州赈灾在即，又有胡人侵扰，还请陛下以政务为重。朕当真是选了一位好丞相。你去吧。刘文在。朕与那柳如烟孰美？陛下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自然是那柳氏不可比拟的。也是，他之前还夸朕是美人儿。对了，你可有派人去查那陈实？陛下，陈实是个软骨头，这会儿应该招了。好，去看看。哎呀！啊！参见丞相。哟，还知道来看望人家呀？想出去就闭嘴。解开。丞相，关押柳姑娘是陛下的意思。哎呀，就是说被老鼠啃死了。快点啊！哦。哎呀！真当朕是眼瞎呀？陛下说笑了，臣只是听如烟说，他在这儿找到了一些好玩意儿，准备拿回上京送礼。何物？甘州特产老鼠干。老鼠干？不错，是送给皇叔的礼物。是。这，你疯了！杀我给摄政王送老鼠干，太堕落。那你就留在这里坐牢到死吧。江青别怕，这陈实贪赃枉法，害得甘州饿殍千里，着实可恶。18般刑罚用了个遍，神确的很辣，半点不输顾燕里。他招了吗？上至甘州刺史，下至州府侍卫，竟然有这么多人参与贪污，陛下打算怎么处置？
全部凌迟。这些人死有余辜，只是凌迟乃是极刑。若是以陛下的名义行刑，恐怕天下人会骂你残暴。那江青的意思是，人要杀，骂名得甩到顾燕里头上。陛下可否交给臣来处置？好，那朕今晚便在甘州府邸等着江青的好消息。传摄政王的意思，甘州官员贪污军饷，勾结富商，强占良田，外通胡人，围乱边境，立刻抄家，所有田产归于百姓，家产拿去赈灾，罪人一律凌迟。记得传话出去，说是摄政王的意思。是。哎呀，要不说还得是你们这些玩弄权势的人，一个比一个精。那下一步干嘛？既然陛下不在，那咱们就去见见亲戚。哎，等等我！今日边疆土匪猖獗，我们必须要加强警惕，加强训练，听到了吗？是。谁？是我。哥，你怎么穿裙子？你变态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当初要不是你擅自拿走了我的军书去参军，我不至于此。来这边！哎！我要是不跑，阿弟就绑我去给那老员外当妾。你都不知道那老东西有多恶心。我就算是死，也得死得其所一点，是不是？呸！说什么死不死的？这天天在外面厮杀，还不知道绑人。哥，你该不会替我嫁给那老员外了吧？不过我看嫂子，不是男嫂子，看着也不老啊。若我嫁的是他，我也不至于逃婚。你现在要嫁给我也可以啊，这相府的正妻之位给你做。哎，你可不许打我妹妹主意啊！相府不是员外吗？我去给他当死士了。啊？你把自己卖给他当外室了？哎呀，死士，我挣的都是干净钱。小柳将军，咱们单独聊聊。放心，我有你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外室就够了，不会打他主意的。你出去吧。说吧。据我所知，你入伍3年，军功赫赫，却把军功都让给了陈实，甘愿做一个副将，为何？我哥应该和你说了，我的身份不便露面，一旦被发现，要诛9族的。你还有多少9族可以诛？你那个卖女求荣的赌鬼爹，还是你哥？他已经是我的死士了，早晚都是要死的。而你呢？沙场上刀剑无眼，说不定哪天也死了。说话真难听，雍正在他手下逃生，没少受折磨。你把军功都让给陈实，是不是怕哪天出意外，他可以保你？陈实勾结胡人，你被判了凌迟，哪里还顾得上你？你寄希望于他，倒不如寄希望于我。你头顶上还有天子和摄政王2座山，怕是自身难保吧？贺啊，你难道忘了，你和你哥联手欺君的把柄还在我手上呢？要么你和你哥为我所用，助我夺权，
届时我给你高官厚禄，没人敢拿你的身份做文章；要么我现在就把你替兄从军的欺君之罪给捅出去。毕竟不能为我所用的人，我也不会让别人用。你敢威胁我，就不怕哪日我兵权在握，在背后捅你一刀？一个女人若是能做到手掌天下兵权的地步，我很期待。当然，如果你不介意你哥比你早死一会儿，欢迎你砍了我的脑袋。好了，收拾收拾去搅湖吧，你哥的命就攥在你手里了。又怎么了？你这牛肉干挺好吃的。给，全拿走。哎呀，是吗？奴家也觉得小柳将军意气风发，气质非凡呢。别废话了，走了。回聊。呀，月色这么好，咱们歇会儿吧。啊，那是……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坐啊！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哪有你这样的死士啊！陛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跑马马呢？死了。臣的马可以借给你。朕还是看看月亮。陛下，月亮在天上呢。陛下盯着我做什么？朕在看月亮。月亮在天上呢。不，朕的月亮就在眼前。真好喝呀，小何姐姐。陛下色诱的技巧越发熟稔了，跟谁学的？陈美人。哪个陈美人？那时候，冷宫旁边就是陈美人的住址。她喜欢披散着头发，喝着点小酒，可怜兮兮地站在公道上等着父皇。那时候，父皇一见到陈美人就笑，所以常常去她的寝殿。后来刘文说，可能是陈美人装可怜的技巧管用，所以朕也偷摸学了点。还有，我说了，你别生气啊。那时候你刚当做了江青子，朕看到你跟皇叔经常去国子监学习，朕想你应该是喜欢有学问的人，所以朕就天天读书，攒了好多知识。青子，睡吧，小麻雀守着你。今天朕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看不到你的影子，朕以为你又要咆哮，独自一个人跑了。怎么把你忘掉？臣睡着了，陛下怎么不叫醒臣？该杀的人都已经杀了，赈灾事宜也交给了严大人。江青还着急做什么？我急什么？顾眼里让我了结了严政，我还没办呢。陛下，陛下，
虽然是罪臣当诛，但应该交给刑部定夺。江青瓷滥用极刑，一律凌迟，实在是不妥，不妥呀，陛下！稍安勿躁，阎王，陛下赏月累了，你我借一步说话。狗贼，你说，是不是顾燕礼让你干的？如果我说是陛下的意思呢？胡扯！陛下虽然荒唐，但也不是个暴君，别往陛下头上扣屎盆子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此事到底是我奉摄政王之命而为之，还是严尚书鼓动陛下而为之？您选吧。你让老夫选，老夫怎么可能鼓动陛？江青瓷，顾燕礼派你赈灾，是不是想趁乱把罪名加到老夫的身上，革老夫的职，杀老夫的脑袋，好让他把户部收入囊中？谢严大人理解，不过这砍头多疼啊，还是归隐南山比较舒服，您觉得呢？顾燕礼会那么好心，放老夫一条生路？自然是我江青瓷好心了。你放了我，就不怕顾燕礼问你的罪？啊，还有，老夫走了，这户部你准备交给谁？严老的学生许知言，既是我的发小，又恰好不愿做顾燕礼的走狗，能担得了重任吗？哼，你在培养自己。哼，你怎么斗顾燕礼，我不管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大赵江山不能易主。还有你，不要以下犯上。睡了沈雀，算不算以下犯上？狗贼听到！只要严大人听我的，我保证您活着还乡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您放心，我江青瓷做走狗，自有一套原则。沈雀听见我为顾燕礼办事了。江青真是耍得一手好戏。陛下听见我为顾燕礼做事，是要摘了臣的脑袋吗？臣什么臣？谁要跟你做君臣？多见外啊，江青，在你眼里，朕就是这种人吗？朕又不是傻子，看得出你在为自己办事。臣为自己做事，陛下不生气吗？皇叔都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江青为何不能？陛下谋划多年，不是为了从一个人的傀儡变成另一个人的傀儡吧？江青又不是朕，怎知给谁当傀儡都是一样的？当初沈雀要跟我合作，却没让我做什么。如今发现我扶持自己的势力也不忌惮，他究竟什么意思？小荷姐姐，别乱想了，休息吧。臣……青天白日的，陛下要做什么？朕要告诉江青，何时该称臣，何时不该称臣。放我下来，陛下！江丞相，此战我军全胜，驱胡人800里，迫使胡人首领签下永不再犯协议，承诺每年纳贡白银2万两，羊羔2万头。还有，他是胡人送的质子，不是质子，是胡人首领送您的男宠。男？他为什么？
我看起来很像沉迷酒色的酒囊饭袋吗？可能是聊表心悦诚服之意吧。什么心悦诚服？你别听我阿爷胡咧咧，他一个马匪发家，跟汉人学了几个词就瞎转，纯属他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了，能把儿子卖了换几口饭给族人吃。我好，他好，大家好。你阿爷知道你在背后这么编排他吗？管他呢，你给我一口饭吃，我就做你的走狗。谁害你我就咬谁。走狗这词儿是这么用吗？胡人汉语不好，江丞相多担待。哎，你让我去篡我阿爷的位也行，当男宠我不会，但我也可以学。江丞相的狗听话吗？臣柳如鹤参见陛下。你是天子，我是我阿爷送给江丞相的男宠。陛下别听他胡说，快给陛下行礼。说陛下万福金安。说陛下万福金安。陛下，他被马踢过，听不懂人话。若是陛下没有其他吩咐的话，我就先带他回去了。等等，既然是江青的男宠，那朕便勉为其难，让刘文教教他规矩，免得日后回京闹出笑话，给江青脸上抹黑。江丞相，啊不，按照你们汉人的礼仪，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夫君？你不会真要把我交给他吧？劳烦公公了。陛下当心！江青救我！陛下没事吧？江青，他要杀我！我好像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吧？是吧？他摔个什么劲儿啊？啊！陛下受惊了，带他出去打20遍。朕胸口好疼啊！50遍。好，那就70遍吧。比我还能装！你个当皇帝的，难道也要当他的男宠吗？他可看不上2面3刀的小白脸。刘文，阉了。涉及两国邦交，宫刑就不必了，还是鞭刑吧。好夫君，要不咱们换个身份？你看我对你宝贝皇帝下手，只打我一刀，多可惜。怎么，你还要讨别的刑罚？趁你们还没回京，你再派几个人去砍了我阿爷的脑袋，回来给陛下当囚体，这才叫子债父偿。你还真是孝顺。过奖过奖，你说我一走啊，我阿爷没个人陪，多寂寞。我是在夸你吗？带下去鞭刑吧。不到1刻钟，他2次要利用我杀他阿爷，难道回京之后，江青要让他入江府吗？我记得陛下会制药，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毒药，可以随时解。是给他吃的吗？试试。朕多的是。陛下等等，臣还有一事。柳将军伐胡立功，臣奏请陛下封他为正3品将军，允许他带兵镇守甘州。待我们明日回京之后，州府事宜也由他代为掌管。好，江丞相看中的人，定然不会差。更何况，他与江丞相都是倾国不让须眉之人。陛下不觉得她女子的身份不宜掌权吗？小荷姐姐也是女子，不是做丞相也做得挺好的。江青不是朕，怎么知道给谁当傀儡都是一样？
好了，你去跟小柳将军说说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他真甘心给我做傀儡？我真的升官了。可我的身份一旦被发现，只要你是我的人，就没有一旦。就算被发现了，我也能压下去。况且你的才能配得上你的所得。明日之后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吧。没想到你真的说话算话。希望你年底回京述职，我能提你为2品。届时我请你吃元宵。好，江丞相等我。哥今儿就要走了，你自己在军中记得多吃点，这瘦瘦巴巴的，怎么上阵杀敌呀？天冷了，记得给自己多加件衣服。对了，你现在呀是当将军的人了，别总爬树摘枣了，这让下头的人看见了，怎么立威？哥，你觉不觉得像做梦一样？我不用嫁给那个糟老头子，还封将军了。江丞相说以后还要给我封侯。德行。说实话，哥，你会不会怪我？若不是我偷了你的军书，也许封侯的就是你了。傻子，当初要不是你拿了军书替我去参军，那现在嫁给那糟老头子当妾的人就是你。要是你没有哥我这本事，你呀可要被困在宅子里一辈子了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女子？再说，你当将军的本事，哥可没有。哎，哥，你真好。若不是你得办女儿筛，我一定给你介绍个好嫂子。我那个参将的妹妹很是贤惠。别拿姑娘的名声开玩笑。哥要走了。哥，保重。马上就要回京了，你有什么话还要留给你阿爷吗？留什么话怪麻烦的，要不你去摘了他的脑袋，我亲自跟他说。好啊，真的。你问我吃了什么？半月散，它会逐步瓦解你的五脏六腑，半个月之后必死。你怎么跟我阿爷一样胡咧咧的？好啊，那咱们就看看半个月之后你是死是活。那咱们就看看半个月之后你是死是活。你喂我吃毒药，总有原因吧？回京之后，若你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那我便定时给你解药，吊着你的命。可如果被我发现你有二心的话，我便把你的脑袋摘下来，挂在那甘州城城门口，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荡平你阿爷老巢的。不用等回京，咱们现在就去吧。果然，他巴不得我杀了他父亲。陛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朕在甘州忙于政务，荒废学业，想要江青同行，让江青给朕上课。来吧，一点眼力劲儿给。哟，做你的男宠，不仅要床上伺候，还得会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吗？闭嘴！别对他说那些污言秽语。给我走，快点儿！
朕的药好用吗？自然是好用。那江青不打算奖励一下朕？陛下别耽误了行程，孤雁里的生辰马上就要到了，咱们得赶在那之前回去。江青是着急去给皇叔过生辰？是，臣给他预备了一份大礼。什么？男宠。天上的孤雁里，你让江青慈在甘州暴力施行，你还顾不顾圣上的名声？你给老夫出来！出来！狗贼，放开老夫！老夫今天就算死，也要拉你下地狱！爷，你就不用进去了，就在这王府门口支个摊子卖茶水。你到底是丞相还是奸商？赚了钱以后，你3我7。那不行，我4你6。成交。丞相大人，您来了。听说您要给王爷送男宠？少胡说，我只给江丞相当男宠。闭嘴！江青慈，看看你在甘州闹的，楚之人为何不告诉我？他们在王府门口闹了5日。那几个老东西只是骂几句，王爷得到的可是百姓的歌功颂德。除了甘州处置的，还发现几个京城的官员也有贪腐，还请王爷定夺。你个狗贼，怎么不处置你的狗腿子，还有脸过生辰？我宋家今日赶紧解除婚约，我女儿宁死也不会嫁给你。自己看着办吧，堵住那老东西的嘴。是，王爷。一个个尽是你的亲信，等我处置了他，你孤雁里的墙角也快到。皇上驾到！江青也是来给皇叔过生辰的。一个皇帝站为战相，和臣子勾肩搭背，像什么样子？是朕不好，使得皇叔生气了。但江青给皇叔准备的贺礼呢？萨楚日乃是胡人送给江青的男宠，备受江青宠爱，想必皇叔也一定会喜欢。你送我男宠，荒唐！丢出去！王爷，萨楚日关乎2国邦交，身份特殊，还请王爷。是啊，就算是为了他阿爷，他一定会伺候好皇叔的。闭嘴，小白脸！还有你，老子才不伺候你！你有本事去灭我九族！王，来人，拖下去，打他50鞭！放开我！走！祝皇叔日月长明，春秋不冷。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！那胡人在庭院放火，趁乱逃跑了！什么？又是他！王爷，王爷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赶紧扶我去庭院。是。宋小姐，今日府中人多势杂，为保安全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好。可惜了，没射中。可有人受伤？王爷，没有人受伤，除了……你也知道，江老夫人年迈，腿脚不太方便，那火又是从她那里烧出来的。
你说那是谁？你说那是谁？节哀顺变，阿慈。阿我是萨楚日放的，我派人捉拿他。娘，我还要谢你是不是？你说你会好好照顾我阿娘，可她在你这里被活活的烧死，你就是这么照顾的吗？刑部尚书裴之玉呢？叫他亲自验尸。是。回王爷，死者手脚卷曲，鼻中有烟灰，确为生前所烧死。且看他牙齿腐败较为严重，应是50岁的老妇人呢。还有，江丞相，此物是不是江老夫人的？是我母亲的。裴大人啊，江丞相有何事找下官？裴大人，你还记得当初是谁举荐你上位的吗？自然记得，是丞相您。现在到你报答我的时候。丞相想让我做什么？替我准备一副被烧死的焦尸。阿慈，你冷静一点。差人打口好棺材，送老夫人回相府。阿慈，你要什么补偿？但凡我能给，我一定给你。若我要王爷以命相抵，就如此那么恨我？全城搜捕萨楚日！阿娘，阿娘，小何，小何，阿娘，小何，你受多少苦啊？我很好，阿娘没事就行。咱走吧，远走高飞，哪怕回乡种田捕鱼，也比在宫里明争暗斗的强啊！不，阿娘，我不走。你还要跟他斗啊？你兄长没了，阿娘就你一个，我不想看着你死他活呀！只要他一天掌权，我们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可过。从此以后，没有我死他活，只有他死我活。而且，我还有在意的人在井里。好，阿娘不拦你，你一定要小心呢。阿娘，你先去偏房休息吧。这杀人放火的事，不应该是我死士的活吗？怎么给了萨楚日啊？我看上你妹妹了，舍不得你死，行不行？快派人去看看萨楚日活着没。江丞相关心我，我自然要活呀。怎么样，我做的漂亮吗？怎么，尊贵的江丞相，今晚要独宠我一人呀？别装了，一个马背上征战的民族，怎么可能生出这么个蠢东西？你身为质子，没有一丝寄人篱下的自知之明，反倒像个疯狗一样四处挑衅，不就是为了借大招之手灭掉你阿爷吗？被你发现了。说真的，若你能端了我阿爷的老巢，你想怎么玩我，我就怎么给你玩。若我要你杀人放火，好啊，反正我也服了你的毒药，只能听你的了。不错，很漂亮。哎，不许做！为什么？死者为大，你这样很不敬。你们汉人真奇怪，人活着被规矩束手束脚就算了，人死了还得关在这小地方，
放在我们大漠，一卷草席扔了出去，天地浩大，乐意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坐，白天你坐他们头上，晚上呀，他们坐你头上。我偏不，我要江丞相给我上药。你别袒胸露乳的。怎么，同为男人还不好意思啊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不就是上药吗？不是挺生龙活虎的吗？还需要上药？不是挺生龙活虎的吗？还需要上药？嫣啊，你去给他上药。凭什么是我？我不给你涨工钱啊！不就是上药吗？老子给你上。等等，你答应我的事呢？甘州百废待兴，怎可起兵？我会考虑的。现在顾燕里全程搜捕你，你先在相府里好好养伤，静待时机。你可别诓我，江丞相。放心吧，我一向说话算话。陛下，臣有话跟你说。来吧，哥给你上药。那个刺客是陛下的人。那不是萨楚日吗？陛下当我是个傻子啊？江青生气了？当然没生气，射得好，只可惜歪了那么一点点。你不要和萨楚日学。不喜欢吗？我跟他不一样的。怎么？他可以托给所有人看，而我只托给小何姐姐一个人看。我是不是比他更乖啊？好了，别闹了。做戏呢要做全套，我还得出去操办葬礼呢。走了。汉人说人要俏一身孝，我不能入府做正妻，还真是毕生遗憾啊。少废话！你再跟他说那些胡言秽语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仔细一看，江丞相长得真像个美人。哎，小白脸，你说你不在宫里面待着，一早跑出来打牌，就这么喜欢男人？宋太傅说了，朕继位3年，从未选秀，于江山社稷不利，所以这次趁花朝节逼朕选秀。朕不玩了，朕和江青还有要事商议。走了，看什么看？跟着，你快点儿！不要，我还在守孝，会被发现的。啊！朕就是要摇给他看。你说什么？朕方才说群臣要给朕选秀，小何姐姐就不吃醋吗？我为什么要吃醋啊？朕不会选妃的。如果他们逼朕，朕就说自己喜欢男的。你穿上女装陪朕去好不好？反正他们也认不出来。哎呀，江丞相是嘴好亲吗？江丞相的嘴好亲吗？你偷听我们说话？不偷听怎么知道你是个女人？我又不说出去，你慌什么呀？女人怎么了？知道江丞相是个女人，我更感兴趣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江丞相如果不介意的话，
花朝姐也叫上我来，你俩亲嘴，我放哨，保证不插嘴。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你就想在花朝节上弄得天翻地覆，好逼朕出兵去围剿你阿爷。要不还是我来画吧，做男人久了，连打扮都不会了。我来吧，还是朕来吧，不劳烦柳如烟姑娘。刘氏，你还要裙子不？借我一条穿呗，这样咱们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，多好。滚！谁跟你是一家三口？四儿楚日，你说的那叫朋友？不，就是一家人。我说真的啊，江丞相，我还挺喜欢你们的。要不你跟我去大漠吧，我偷我阿爷的金子养你啊。得嘞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大漠。走。放心，我不会跟他走的。哎，好了，别让那些老家伙等急了。走吧。宣秀女觐见。陛下。朕闷得慌，出去透透气。陛下，今日选秀。他竟敢！顾燕礼，江青瓷，既然要守孝，为何不好好待在你的相府？王爷不都看见了，何必明知故问？回去！从今日起，不用再教他读书了。皇叔怎么生气了？方才朕差点就毁容了。你，王爷再过来，我就不敢保证这把刀会不会穿透你的心脏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此情说来话长。没问你，你就闭嘴！我的私事与王爷无关，我警告王爷一句，不要对他动手。你喜欢他？是。他方才说喜欢我，那我呢？江青瓷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们走。沈阙，你是如何知道他的身份的？你先回宫里，朕听听皇叔教导几句，好不好？很早就知道了。很早？你替他隐瞒，就是为了让我放权让位吗？哼，你以为朕会拿他跟你谈条件吗？朕不是你，他也不是任何人的筹码。至于放权让位，
皇叔你大可放心，小何姐姐会亲自把你踹下去。哼，你以为你缠着他就能摆脱傀儡的命运了？谁说我要摆脱他了？本王的帝王烫永远与他共享。哼，别忘了，他是我创造出来的一把刀，你与他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玩物罢了。等他得到他想要的，看你会看一眼。他确实不会看我，毕竟他每次亲吻我的时候都喜欢闭着眼睛。不会吧，皇叔，你跟小何姐姐认识这么久，她都没亲过你吗？哼，那真的不好意思了。小何姐姐很喜欢亲朕，而且她还夸朕是个美人呢。哎呀，皇叔，若不是我，你早就是乱葬岗的野狗。他宁愿同野狗亲吻缠绵，也不愿做你的座上宾。皇叔，你这活着也太失败了吧！哦，对了，我和小何姐姐在10几年前便认识了，可不比你差哦。小何姐姐，你怎么没走？将军可还记得见朕第一面是什么时候？麻雀的雀。将军可是记起谁了？沈雀，沈雀，小麻雀，他就是小麻雀。哼，阿紫为何那么惊讶？难不成他没告诉你吗？你猜他瞒着你，是为了更好利用，还是怕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小何姐姐，我错了。你与他而言，不过就是一个被利用的玩物。我为什么要知错？方才你说喜欢我，是为了气他吗？我只是一个傀儡，哪天如果不需要我了，就会把我丢了，是不是？你的痣呢？4年前，我谋划着出皇宫，但又怕被父皇发现，就把痣给烫掉了。我离京3年，是你一力周旋，让保皇派势力一再扩大，逼得顾燕礼不得不把我调回京。是。为何不早告诉我？我怕小何姐姐不喜欢这样耍心机的我。还怕我利用完你就丢了？不丢吗？为什么要丢？真的不丢了我吗？陛下，好了，你先过去吧，毕竟是为你选秀。今晚我去皇宫找你。陛下，沈雀，小麻雀，你听到我刚才说的了吗？听见了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刚才是你第一次说晚上要来寝殿找我。走。
摄政王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府了。众卿有何事？无事便散了。陛下，您还没选秀呢，还是说把这些秀女都送入宫内？依朕所见，宋大人应该将自己送入宫中吧。这，他们确实各有风采，只不过朕喜欢的是男人。不会吧？男人这样？朕看宋太傅也是风韵犹存呢。陛下，不可，这万万不可！陛下，请收回戏言。不是宋太傅说的，朕宫内空虚，需要有人来照顾朕吗？陛下，老臣年迈，朕就喜欢年迈的，阅历丰富陛下，裴尚书年轻气朗，富有诗书万卷。陛下，臣看江丞相他相貌俊逸，才华横溢，有一心为国。这江清府人员众多，又有外室，又有男主。陛下，江丞相府上他有男宠，不正说明与陛下爱好一致吗？如果陛下与江丞相你们两两联合，这顾燕礼早晚形单影只，于江川社稷也好。臣以为陛下与江丞相实乃天作之合。哎，那此次呢？陛下可从宗室获计一些人，绝无后继无人。好，众卿平坐。今日我们酒照喝，舞照看。老夫险些万劫不保。燕礼哥哥，这是小何给你的生辰礼，还有我哥给我的，我给你一点。阿慈，我没想要弄着你，只是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王爷，弟兄们发现了萨楚日的行踪，请示王爷是否要抓？人在何处？他在江府。萨楚日怎么在江？好啊，阿慈，你学会了暗度陈仓，我亲自去抓。不是说我去找你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等不及来见小何姐姐了。我这么久没认出你，你有没有怪我呀？山不来救我，我来救山，没关系的。更何况失而复得，原本就是上天对我的恩赐，我怎么会怪你？哎呀，殿下，他最近几日不见我，难道是生我的气了？江府走水，死了。殿下，他怎么会死？我不信。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。江府上下只有江老夫人和她的哥哥江青慈活着。我还听说王爷跟江府走得太近，所以才下令放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各有空间在殿下，能长殿下，久。殿下，人与人走目光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殿下，那是他的哥哥江青慈。不可能，他不是任何人的影子。我认得出来。那你怎么不问我当初为何不去找你？我知道，
你顶替了你兄长的身份，做事不能有一点差池。疼吗？什么？烫掉那颗痣的时候，疼吗？那时为何要出宫？殿下，他告中了探花郎，今日就要游街了。难道我真的和他越走越远了吗？他跟顾燕礼才是近水楼台。殿下，那我们准备一下就出宫吧。就算是去他府里做小厮、做马夫，我也愿意。不，殿下，以后你就别再跟着我了，出去外面买间铺子，做点小生意。不，殿下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殿下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傻子，痣都烫掉了，还不走？殿下，殿下，顾延龄把陛下和所有的皇子都杀了，你还是快躲一躲吧。他要篡位便篡位，我要去江府。殿下，就剩他了吧？那日，顾燕礼把我扔到你面前，你说以后我就是陛下了。我想，如果做了陛下，是不是可以常常见到你？顾燕礼近水楼台，我也有了。我在南蛮遇到了一个游医，他赠了我许多药，也是你挑的。你哭什么？哭你好看，不行啊？哪里好看？眼睛好看，鼻子好看，我的小麻雀哪里都好看。不是你，小麻雀是小何姐姐的。不好，不是还有他们吗？萨楚日呢？王爷不是已经全城搜捕他了吗？不是还有他们吗？小何姐姐，你不会再离开我吧？啊？不会。是现在不会，还是今后不会？今后都不会。为什么？是可怜我吗？江丞相怎么不回话？是要朕叫出你的真名江清河。南蛮多雨，小何姐姐应该淋了不少雨吧？朕的月亮就在眼前，江清又不是朕，怎知给谁当傀儡都是一样的。当然不是可怜，我可以可怜很多人，但爱只能爱一个。你可以再说一遍。我爱你。姐姐。哎呦，王爷这么思念我吗？只要您砍了我阿爷的脑袋，我乖乖跟您回去。给我上！我看谁敢伤他们！动手！嘿！
李哥哥，这方有老鼠。不怕，我去打他。让你的人走。阿慈，短短1日，这是你第2次对我动刀了，真是变狠心了。是你告诫我，想要什么东西，就去掠夺，去占有，去强掳。郭彦礼，我做到。只要你肯跟我回王府，我就放了他们。到了你的地盘，我在杀你，还是你在杀我呀？阿慈，我们俩之间什么时候只剩下这2条路可以选择了？那还有一条路，你自刎在此，看在我们同僚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抬棺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辞官，我娶你。辞官？辞了官，我便没了权力的倚仗，变成了你案板上的鱼肉。郭彦礼，我没那么傻。我会护着你的。王爷怕不是忘了，跟着你的人不是被革了职，就是下了狱，你的墙角都被我撬光了，你拿什么护着我呀？阿慈，你别逼我。现在朝中人还不知道你是你引进我入宫的，况且你我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要说欺君的话，那我们2个就一起掉脑袋喽。欺君吗？朕可不觉得。皇室秘闻还真是隐秘。闭嘴！阿慈，我们各退一步，你让沈阙回去，我离开相府，否则我现在就让满朝文武看看何谓以下犯上，罔顾君臣纲常。小何姐姐，宋太傅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让如烟先送你回去，记得别走密道，那是你最后的退路。陛下怕黑，让奴婢送您回去吧。这边走。王爷，走吧。你阿娘还好吧？离开王府，自然是好的。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背叛我。曾经，我也这样以为。娘，爹，你们醒醒啊！别丢下我一个人！醒醒啊，娘！彦礼，陛下忌惮王府，爹娘一死，你就安全了。醒醒，醒醒啊！爹，彦礼哥哥，别哭，还有我。如果3年前我没有逼你离开，我们没有如果。那你选沈阙当靠山，他日后有3宫6院，你如何自理？顾彦礼，当你以为我的归途只有深宫后院，那你便错得离谱。你还记得3年前宫变之时，先帝说了什么吗？看看你刺死了我父母，自己到了生死的攸关时刻，没有一个人护得住你。等你到了我这个位置，就会明白什么叫身不由己。人被权力蒙住了眼，儿时的言笑晏晏，就会变成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给我闭嘴！
朕会看着你，等着你的小燕礼。我阿娘曾经说过，先帝、老王爷、王妃他们一起长大，先帝登基后，便用2杯毒酒了结了儿时的玩伴。而你，现在和他变得一样，这便是我离开你的理由。不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阿慈，别叫我阿慈，你知道我是谁？阿慈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哼，杀人诛心，王爷。不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阿慈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昭华殿里的人都换成自己的人了吗？回王爷，已经换了。陛下一进宫就会被软禁，昭华殿连只苍蝇也飞不出。那就好。你不是要杀你阿爷吗？人已经送进宫里了。江京慈，江京慈，柳氏，你要是聪明，就赶紧让小白脸出宫。没想到吧？还好，认识你那天，我就知道我们早晚都要动着。亲我一口，我就给你松绑。好啊，你过来。猜到了。江城下翻白眼也很迷人，不愧是我梦中也想绑走的人。我给你编几个长生辫吧。不用。要不你跟我走吧，在上京勾心斗角的多麻烦，万一要是输了，还要被迫凌迟，被逼跳城墙，多难看。但是要跟我回去，等我杀了我阿爷，你就是我的王后。到时候我们该喝酒喝酒，天地宽广，任我们跑马。你要是觉得无聊，我还可以把柳如烟、柳如鹤抢过来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打牌喝酒，岂不是很好？你如果杀不了你阿爷，那你便会被开膛破肚的丢出去喂鹰，倒不如留在这里做个质子，咱们兄弟姐妹陪你一起喝酒打牌，岂不比回去厮杀更加畅快？江丞相，你知道我的心愿，何必要把狼当狗养呢？你让我做你的王后，不也是把狼当狗养吗？要是能把你们绑回去就好了。我挺喜欢你们的，可惜了。作为朋友，我提醒你一句，顾燕礼不是什么可靠的合作伙伴，小心点。谁让你们不肯帮我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杀了我阿爷。为什么一定要杀你阿爷？你那么聪明，那你也猜一猜，那个小白脸有没有本事救你吧？记得别走密道，那是你最后的退路。不知道沈雀逃出去没有？你不问我要解药吗？
5000伏兵在外待命，听你差遣。别折磨他。阿慈，选选吧，喜欢哪件？绑着成亲，王爷不觉得讽刺吗？我要阿慈看着，我不是先帝，我不只不会杀你，我还要娶你，还要一点一点兑现儿时的诺言。可是我已经不需要了，顾燕礼，你不必在刻舟求剑了。你不爱我，你只是不愿意相信我不爱你，更不愿意承认你变成了自己最厌恶的人。别逼我！我竟然可以发动宫变一次就能发动第2遍，沈觉他算什么东西？我能让他上位，我就能一脚踩死他。你把他怎么样？没什么，软禁而已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留他一条命。如果你不听话，说你喜欢他那张脸是不是？要不要叫人把他扒下来，送你当新婚贺礼啊？选一件。上面那件。好，下月初8是你的生辰，我们就在那天成婚。夏主任呢？你会怕他怎么样？还在惦记那小毛贼啊？等他拼死杀了胡人首领，我的人就会了结他，一举两得，多好啊！吉时已到。哎，顾燕礼不是跟宋太傅的千金刚订的婚吗？哎，前几日退了，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新娘子是谁家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难猜。放我走！这什么新娘子？人家也不愿意。是啊，你说这怎么就不愿意啊？这怎么是江丞相？是啊，这不是江丞相，这不是江丞相。你以为今日只是你成亲吗？阿慈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谁。这是谁啊？这是江丞相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还没看清楚吗？审讯完了，我就会登基，你以后只能靠我了。是吗？这可不一定。时光穿不断，流转在从前。刻骨的变迁，不是遥远。再有一夏荷姐姐，深情也不变，爱像烈火般蔓延。如果红颜休息啊，燕礼哥哥，这世间别哭。燕礼哥哥，柴房有老鼠。燕礼哥哥，小荷，你好久没有喊我燕礼哥哥了。这宿命凭借什么壮阔？累不累？什么呀？
你的手被绑了这么久，累不累啊？累，回去呢，我要睡上3天3夜。你呢？眼眶这么红，几天没睡了吧？累不累啊？我也好累啊，需要小何姐姐亲亲才行。你是不是知道顾燕里要和我成婚，特意穿红色的来抢婚呢？不行吗？那沈轩，你要不要和我成亲？是我吗？当然。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不会像世人希望的那样做贤妻良母，更不会辞官退位，洗手做羹汤。眼下我的身份已经败露，日后还会有很多麻烦。跟我成亲会委屈吗？不委屈。小何姐姐，我看到你在谈论朝政的时候，眼睛里意气风发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去放弃这些？更何况，我早就打算好了，做你一辈子见不得光的情人。可是你刚刚却问我，要不要跟你成亲？我当然愿意。至于你的身份，朕一定会让你光明正大的做回江清河，谁说也没用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一鬓如墨，呼吸自如我。天下没有高朋满座，山峰竹叶皆为宾客，没有丝竹庆贺，马蹄芳草也能入耳。我们一起拜天地，好不好？怎么，你怕我反悔啊？不，这是属于我们俩的专属婚礼。好。一句此生不换，照耀我百转千帆，留一身孤注悲欢。若是岁月太短，照耀我千帆百转，陪你一世也无关。萨楚日去哪儿了？刚跟我成亲就提别的人，我吃醋了。说正经的呢。萨楚日两头通吃，他一边把你绑了，帮顾燕里，一边又把顾燕里的计划告诉了我。他现在应该已经……禀陛下，江丞相，萨楚日杀父为王，携军入甘州城。你杀了他？柳如鹤，我同你兄长喝过酒，若你今日投降，我请你到帐中饮酒；若你不投，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这把弯刀给你，自行理解。萨楚日，我领江丞相之命守卫边境，怎会降你？今日谁也别手下留情，才不算辱没往日情谊。他果然会看人。柳如鹤，你拿一块，给柳如烟一块。沈却那小白脸，你给他一块最小的，剩下的都交给江丞相。里面还有点别的东西，他看了就会知道。至于我，萨楚日，你是死是活，我要问江丞相。好啊，我在此等你。
狼牙印章，还要把胡人部落交给我们。这是顾烟里的信。信上写了顾燕里和萨楚日勾结的细节，但这笔记却不是顾燕里的，还是萨楚日自己写的。这印章应该是他偷来的。况且，顾燕里不会傻到留下任何他通敌的证据。假的？那便做不了通敌的证据了。就算不是顾燕里亲笔写的，我说是他写的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是他写的。只要人证物证在手，顾燕里通敌叛国的证据就坐实了。江丞相，甘州急报，萨楚日逃了。逃了？已经半个月了，再不服解药，他可就死了。你们先护送陛下回宫，我亲自去找他。是。小何姐姐，等下次回京，朕一定让你做回真正的江清河。让星河流淌潺潺的波澜，又拨弄心底柔软的琴弦。谁念着两情放心吧，小麻雀，我一定按时赴约。如梦如幻。再有一个，就满半个月了，岂不是死在他的手里？萨楚日，不是说好要给我编长生辫吗？怎么食言了？就算你不编，也会长生的。那可说不准，还是编一个吧。毕竟你们胡人的说法挺玄乎的。你从小就编长生辫，为何偏要做个短命鬼？我不喜欢死在朋友的手上，还是自我了结痛快一些。怎么，你觉得我一定会杀你？我又不傻，在上京待了这么久，熟悉各处势力，你放我走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那日我问你为何非要杀你阿爷，你没告诉我，我猜是为了你阿娘吧。我让如烟查过，你阿娘呢是汉人，18年前被胡人掳走，没多久便生下了你。她恨胡人，却给你编了长生辫，希望你平安顺遂。等你长大一点之后，她便逃了，你阿爷就把你扔在狼群里，逼他回来。他一回来，就被那群狼给撕了。你恨他，恨自己身上流着他的血，恨得要死，所以才不跟我要解药。毕竟你从来都没有想过。编好了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那就当感谢你临死前祝我长生了。时辰快到了，你也别给我准备什么棺材，没有那个必要。为什么要准备棺材？你又不会死。半月伞已经解了，你愿意去哪就去哪吧。你阿娘用她的命换了你的命，你要自由的活，替她去活，这样她才不算枉死，明白吗？就不怕我杀回去吗？你阿爷的老巢都归我大招了，怎么后悔了？想抢回去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掳走？外头天地浩大，玩够了就回上京找我打牌。我会的。这是我娘亲手给你做的男装，要不要？
给你买了宅子，回去好生娶个夫人过日子吧，不必再回京演我的外室了。不是还有一个妹妹？我需要你。走吧。陛下，江清河女扮男装，欺世盗名，竟然官至丞相，是该严惩啊！江清河为民请命，亲自赈灾，举荐寒门，安定边境。敢问他是哪一桩做错了？陛下，她一介女流，不该跻身朝堂，妄议天下呀！哎，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，而非男子天下。老臣以为不必严惩。朕也这么觉得，更何况江清河入朝为官，乃是先帝之命，绝非欺君。哎呀，荒唐！从未有过之事。刘文，传先帝遗诏。经国治世，江清河算得上是1等1的贤才。可以说，这天下可以没有朕，但不可以没有他。从今以后，朕的帝王榻与他共享，天下也是。当初陛下不肯选秀，难道……陛下，即便你把他带进宫，恐怕也堵不住悠悠之口啊！他犯的可是欺君之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江清河科举中第，入朝为官，在父皇临朝时，朕想父皇应该非常赏识他的才华，所以特地留了这道密旨，应允他。陛下，伪造圣旨，这可是父皇的笔迹，朕认得，而且朕也没说是伪造。若宋太傅若不愿作证，朕也不勉强。你回去吧。我……只是日后朕要在宫内增设女官，宋太傅应该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像江清河一样抛头露面吧？可朕听闻宋太傅的女儿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可惜了。老臣愿为陛下作证。老臣可以作证，此诏为先帝遗诏。好，既然江清河并非欺君，便官复原职。经此一役，朕发现我朝有诸多巾帼不让须眉之人。从今日起，广开女学，增设女官，
男女一同治国。众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，万万不！哎，老臣以为此事可行，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也附议。陛下，胡人乱兵已平，我大招兵进，西延800。好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是啊，江丞相，刑部大牢的顾燕礼死了。小何，牢里潮热多事，虫鼠说的。我听狱卒说，南蛮的虫子更可怖。你很怕虫子，去南蛮一定受苦了吧？不怕。好，人之将死，总是记起从前。当年父皇交代我照顾好你，等你记起，我们便订婚。可父皇有造不测，你陪我走上复仇之路，我握住了权力，也丢掉了你。小何，你说会为我抬棺，是真的吗？3日后，按宗室规格下葬，你去不去？去。宫里的人常说，活人再好，也比不过死人，所以很多人失宠之后，选择自裁，祈求君恩垂怜。你担心我怀念他？我是觉得他们很可怜，什么都没有，只能一死，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君恩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但现在前尘已经了却了，而且你还有我，我也还有你，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。那小何姐姐，你今晚能留宿在我宫中吗？好。那明晚呢？明晚也留。那明年呢？明年也留，留一辈子，长命百岁的留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以后要长命百岁的在一起。从今日起，不管前面有什么，我们一起走，一起抬闯一个盛世。陪你看日升月缺，陪你。